去头前三字吼，红开，比如是 HONG 还无拼音，按尾个声调无同。咱还有变调嘛？红几调？本来凤一个字念的时候几调？红7调，红5调，轰几调？1调。好，可是变调，你念红的时候7转3，所以念起来是红拍，轰转成红拍，1转7。好，这个要不要变？你去听主播有2种念法，不变的念法就是红拍，这是它没有变调。它如果很快变过去，这个也变调，5会变7，红拍，红拍。结果这个外国人说，每个字都不一样，想法都不一样。然后呢，就第一个，我有这字，啊，第一个我爱好啊，教因这个音调啊，你这爱看这课来，咱来看62，176页。台湾的板块，咱就来讲过吼，对人的板块，对人的板块的条件。菲律宾海，欧亚，叫中央山脉，叫海岸山脉，当然叫中央山脉啊，跟什么？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雪山山脉啊，这地都看过嘛哈。今年花东纵谷交界，台东绕花点耀人标咯，这条是台九线。你若行台九线，你会看到纵谷线，这个纵谷线两边拢山，这条台11线就是滨海线。你若行这条，你会看到一面山，一面太平洋。你若到苏花公园，你会看到一个峭壁。你知道阮大学时阵，我真正骑摩托车为台北一路环回高雄环半个岛，有够高险的。这里苏花公路中到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电话叫机车行。真的有够机车，我是机车行，2个小时还不来，骗我说来了，害我们等了2个小时，等不到，怎么砸车，砸一个发财啊小货车，这小货车一种车6多摆用去你路况会不好，又会倒来，所以我载阮一个同学，阮2个说阮伫小巴台车后边2个一面吐入去。搞完老多爱吐掉，给它倒来，你摇摇晃晃，再下一个村落，被鼻子插爆胎了。这年轻时才干这种蠢事啊！你知道花莲骑到台中，骑100多公里骑到台东要暗的时阵，我同学讲，你看到什么风景？在那边点头称是，无然后调来打瞌睡啦。荷兰带我唔敢讲，我在那跳车了，那好累哦，骑一整天的车，他们都睡，非常漂亮。你知道我们骑哪一条线吗？我们2条线都骑。我们从这边出发的时候是骑纵谷线，然后到这边有一个秀姑峦溪最有名的泛舟，我们就从这边泛舟下来，然后改到
这边11线，那个我直接流到太平洋。那你骑摩托车泛舟？啊？摩托车怎么下去的？我要另外周你懂没？爱头都爱骑黑啊！啊，泛舟完再一起啊！骑下去的。我们这泛舟完，然后再从这边就是什么三仙台什么那一些纵谷线，那样跨越太平洋。好，来介花东纵谷为交界，海岸山脉是菲律宾海板块，中央山脉它比西什么雪山山脉啊、阿里山山脉啊、玉山山脉啊，这些拢是欧亚板块的范围。好，所以菲律宾海板块大概往西北方撞，这个反向往东南方撞。一撞咱台湾都特别来，你看这个图，176页这个图，我问你的，菲律宾海板块里宾馆还是欧亚板块里宾馆？来看这个图，你甲我讲，咱的板块是菲律宾海板块里宾馆还是欧亚板块里宾馆？菲律宾的。确定 ？Are you sure？ 两个都有。从北看跟从南看不一样，对不对？伊的碰撞是安尼，两个无讲好，就两个初相遇的时候无讲，你宾馆我也他无讲好，结果像你的手掌安尼，咔，两个结合。你如果有一上一下，像那个印澳板块和喜马拉雅山列欧亚板块和印澳板块，还是欧亚板块和非洲板块，它都一上一下，结果我把你上面东西一路敲起来。我这个就认命了，我就一路被你压下去，我就一路把你上面的东西缠起来。不是，我们的菲律宾海板块跟欧亚板块是这样一卡，没有人在上，也没有人在下。问题是它的推力又一直推呢，对不对？你如果这样一路，我就这样下去，这样上来啊，可是你一卡的都这样一卡，后面力量又一直推。安怎？手会闹掉啊，手会扭到会多久啊？岩石怎么办？岩石也扭到啊，所以我们中央山脉是安怎要扭曲，可是安尼啊，褶皱山脉那么多，就是这样来的啊，我就是一直挤啊，没有人在上，也没有人在下，就这样卡住了，后面的力量又一直推，一直挤，所以就造成现在这种结果了。好。所以呢，北部大屯山火山群，好，然后还有造成龟山岛、兰屿这些火山活动，那个火山岩脉这嘛是，其实岩脉虽然会造成火山，不过它还是很多矿产可以保障啊，金矿，所以北部的金瓜石可以依照那产金呢。所以这咱台湾的板块运动，迄上重要的一个地交界是花东纵谷，海岸山脉是设菲律宾海板块，其他的东西这个欧亚板块。好，来62重归大家，那来看63。来，1781、1796年。那个盐城就是温城，像一本书，你要翻下去，它记录的，不过它不是用文字记录的，它是有里面的地质事件。地质事件有什么地质事件？我们前面学过地质事件，我们前面学过什么地质事件？断层、褶皱，还有外应力的侵蚀、沉积，还有一个。岩脉入侵，岩脉入侵给什么？火成岩，有火山活动啊，解岩脉入侵。好，所以有这几种地质活动，我再讲是断层、褶皱、岩脉入侵，这是内应力的；外应力的侵蚀、沉积。好，这几种地质事件，来一个大原则。前后顺序，后来的后来会影响到后前的。
这不是废话吗？后面发生会影响前面的，什么意思？来，其实你们看，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后来，你看对，来，再写断层。你要看断层哦。看呢，这有 AB 两个延层。来，课姐，这段哪里断层？来，这段层、这段层哪里断层？你请回答啊！你请推力造成哪里拉力造成？是推它。另外一关它的边缘，因为边缘会比是表面侵蚀作用，它可能原来不是，后来被侵蚀作用磨平。你看这个断层 A 跟 B， 它呈这个方向跑，它受到推力还是拉力？看出来哦，推力嘛哈，所以我讲的推力就是啥？就是刚台湾赶快，所以它是逆断层，你把它连接起来哦。推力就是聚合性板块交界，就是造成逆断层，就是我们台湾，它就造成这种逆断层。相反的就是正断层，你就全部反过来。正断层就是拉力，啊，好嘞，加减连麦入侵，连麦入侵通常都是，迄个是一个岩浆安尼清理啦，才有人叫火山爆发啦。来，就讲安尼，先连麦入侵还是先发生断层？这一道断层，先还是连麦入侵先？连麦完整的，断层没有扯断连麦，所以谁先？后来的会影响前面的，表示没有被影响的就是什么？后来的，没有被影响就是后来的。断层没有被连麦没有被扯断，就是先断层，再连麦。那说我其他话是安尼，连麦断了，那谁先？特闭管嘛，先连麦再断层的嘛。安尼咋了？后来的事件会影响前面发生的事件，所以被影响的，被影响表示它是之前发生的，连麦被扯断了，就表示先发生连麦入侵，才发生断层，这很容易理解嘛？你用这个去判断就可以。不过有时候你要注意哦，有些无法判断，因为它没有互相作用啊。比如连麦你加断层你加，连麦尾加断层尾加，两个没有扯到，你就无从判断哦。从这个图上就无从判断。好，咱来看课本这个图，你怎样这一看这个图就简单啊。来148页，晨曦通常一定是越下面越早，除非他都会跟你强调没有经过地形反转，越下面越早，所以先地岩层，然后侵蚀面产生侵蚀面，受侵蚀，这是第二步骤。第三个步骤，丁管砂岩层和 capri， 然后发生第四步骤发生岩脉入侵。第5发生断层，变成第6现在，所以你看这图来，对，连麦是被扯断的，所以你就知道最后发生的事件，岩脉跟地岩层跟砂岩层都被断层扯断，所以断层等于上尾发生的代志，最后的事件就是断层。
这里的题目就叫你排列事件啊，叫你排列历史事件，根据这个图排列历史事件，好，来安尼，例题62，你看看嘛，可以看一个来，第62 B 箭头大家简单也无连麦啊，来4个事件，看到例题62，4个事件里面，哪4个事件？沙眼沉积、页岩沉积、侵蚀面、断层，来这4个事件顺序排出来，没有问题吧？来看看4个事件，包括我们要沙眼沉积、页岩沉积，然后沙眼、页岩间的侵蚀面，有时候它还可以再加这个表面的侵蚀面。它侵蚀面是有2个，一个是沙眼、页岩的交界的侵蚀面，一个是表面的侵蚀面，然后断层。第一个是啥？沙眼沉积。第二个，沙页岩侵蚀面。沙页岩侵蚀面。第三个，页岩沉积。来，各来2个，断层跟页岩层表面的侵蚀，谁先谁后？先断层嘛，因为你表面看不到断层了嘛，啥意思不？你今天表面地表如果有一个坎那像楼梯这样子的，还有一个坡度，就是那个什么断层面没有嘛，它平滑了嘛，所以不要紧张，断层发生之后，页岩层表面又被侵蚀把它抹平了。所以如果这边最后2个应该是先断层，然后才发生页岩层面的侵蚀。有没有问题？好，这你读的题目大原则怎样？安尼就好啦。好，来180页。来，咱来看化石哦。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骨头啦，它们骨头鸟，它的便便啊，它的蛋啊，或它的脚印啊，生痕化石啊，这东西。个体这种东西，它死掉，被像石膏模一样埋起来，然后它里面的肉、什么骨头、什么身体都烂掉了，结果那个模子留下来哦。你那个模子都是石头哦，可是那模子留下来，你把整个管里面又可以塑造出它的样子来哦。所以你知道我们会有水母的化石哦。水母这种东西没有骨头的它拿出来，太阳一晒，全部化成水。这东西怎么来化石？可能那样，突然间砍起来的时候，石膏模那砍起来，结果它里面都没了，但是中空的那个模子被塑造起来。我把石膏灌进去，再把模子打开，那一只水母，古兽的水母。化石又出来，这也算化石哦，这把算化石。化石期来了解以前的时代很重要的东西，所以咱把化石来混这些地质年代。来，对吧？请来，所以这个第10年代表。主要以化石来划分呢，地球诞生，瓦布，瓦布啦，40大个。上古早的化石生物塔位蓝绿
藻、蓝绿菌嘛，那个多久？好像20-30亿年前。为什么呢？那个是我们发现最早的化石，可是它是单细胞生物，等于说它的肉眼看不到。我们看不到，所以蓝绿藻20-30亿年前，如果有外星人来到地球他只会把地球的石头挖出去，用显微镜看，我用肉眼，地球东西静悄悄的，没有任何生物。有那去卖地火星，那登陆火星，那美快有火星上午飞船来迎接火星人招出来，我们要看它是什么，有东西飞下来，都没有。可是我们要把火星的泥土挖回去，把录回去分析，来有像蓝绿藻那样子的，然后有细菌，为什么这样？有细菌就代表有可能有生物，有可能有生物，因为它才会演化成多细胞生物嘛。有可能伊立起来啊，讲地球很做歹的，咱爱到交传着，歹朋友，歹咪啊，地球人来啊，大家立起来。其中比亚用核子弹头给下来，那可以知影他们会来火星的这边开垦。我两个讲，曾经有生物，可是呢，上面的高等生物因为火星环境不适合，都飞走了，搬走了。可是细菌没有带走，留在火星上，有可能。可是我们没有挖到，我们没有挖到，所以那时候呢，一片死寂。到什么时候呢？来告诉你一个，有一个5亿8千万年前，一个生命的一个大标记，叫做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大家大爆发了。一起接分界线可见分界线以后的外星人到地球上来，你有看地球上那老的滚滚，水里的啦、飞的啦、陆地上爬的啊，一堆生物。可是在这前面一片死寂，是什么造成这个改变？听有话吗？5亿8千万年前，咱讲5.8亿个。46亿到5.8亿，这个节点在于地球在距离现在6亿年的时候发生一件事，生成一样东西，才造成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我要提示解，地球的大气产生了一样东西，臭氧层，臭氧层把紫外线挡住，不然所有的细胞都会被紫外线伤害，除非它躲在深海。所以以前没有臭氧层的时候，深海中才有生命，那个因为蓝绿藻山，它不可能爬到浅海去发展生命，直到臭氧层形成。接下来6亿年臭氧层形成，5亿8千万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我们就在地层挖到一大堆生物的化石，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之前叫做前寒武纪，等于说地球都体死寂啊，不是完全没有生物蓝绿菌、蓝绿藻这些还在从有生命开始，我们把它分成，来，这是代分成哪3个？来，你看地质年代表180页，古生代。中生代、大新生代，然后代下面又分成纪，这里没底，古生代从
上早的寒武纪，迄寒武纪给我讲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就是寒武纪第一个，然后奥陶纪、自由纪、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看回个中生代就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侏罗纪公园做出名，不过伊这名号了唔对。因为侏罗纪公园内底的恐龙面型都是白垩纪的恐龙，所以照讲伊的电影名应该叫白垩纪公园。很难听。伊想要叫侏罗纪公园，因为白垩纪迄个名做长的，做汉字了的。侏罗纪叫 Jurassic Park，Jurassic， 迄名吼，所以电影你要讲行销啊。我查过白垩纪，我那个字我念过一个，我就不会念了。黑热热等不到拍凉没？不过白垩纪、暴龙、迅猛龙都是白垩纪的恐龙。侏罗纪恐龙明星是啥？翼龙、霸主啦，异特龙。对，您是知吧？男生小时候不是都很喜欢恐龙？是吗？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啊，我儿子也很喜欢啊。我传听吼，迄个在安平老街时吼，迄环区餐厅馆吼，做者恐龙玩偶，阮囝也爱看。老板看我们家幼稚园时吼，伊甲我们讲，小弟弟，你看这只暴龙好可爱。然后我儿子就，真不是暴龙，这是牛龙。我后来回去一查，图鉴真的它差别在哪里？暴龙跟牛龙很像，不过暴龙的背是平滑的，牛龙的背是有一个一个油状的凸起，其他都长得很像。后来我敢被他打脸小弟弟，你看这个雷龙，他叫我马门溪龙。他讲过啊，我的那个他几乎把那个家乐福上货架上那个恐龙的书全部来晚上睡觉在那边陪病人。刚开始要我跟他讲，后来要自己看，所以那个一大堆奇奇怪怪名字的恐龙你拢知啊？翼龙、异特龙，它是侏罗纪时候的霸主，到白垩纪的时候就被这暴龙被这暴龙。那给古生代当我所谓的指标化石，古生代给指标化石为三叶虫。什么叫指标化石？你如果在这个地层挖到这个化石，你就可以很确定它就是古生代的。什么意思？所以要当指标化石，一定要什么？它的生存空间、活动范围要怎么样？大还小？很大，对不对？也就是说，三叶虫的足迹，三叶虫在海里的，所有的海中都找得到三叶虫，可是它的生存年代要怎样？你说短也不对，可是不能横跨。你从鹦鹉螺到去麦克姆，几亿年前到现在都有鹦鹉螺，所以你从地层挖到鹦鹉螺，你可以确定它是什么地层，不能嘛？可是三叶虫在古生代结束之后，地球上就一只也没有了，绝种了。这样我们才能说，挖到三叶虫的地层就是古生代的地层。恐龙也一样，所以恐龙就是中生代的指标化石。恐龙为中生代指标化石。中生代结束，恐龙就没了。7500万年前，现在也有恐龙。恐龙为什么没了？6500万年前，我小时候看恐龙的书我小时候恐龙绘本里面最后说恐龙为什么绝迹，它后面还写了有可能以下的原因，什么气候变化什么什么。我告诉你，只经过这几十年，就我
从我小时候到现在，恐龙书不会写有下列几种原因的，很确定的跟你说，就是6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上了地球，连小行星的尺寸撞上哪里都跟你讲了。直径10公里的小行星，头撞到地后，屁股还超过喜马拉雅山呢。这样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点在哪里？南美，都找到了，然后都根据数据算出来了，一下子造成恐龙的大灭绝。美洲的恐龙一瞬间被暴冲，整个冲击先死掉，后来气候改变，整个天温地暗。植物开始死亡，吃草的恐龙开始死亡，然后吃肉的恐龙吃完他们最后一餐也死亡。接着说恐龙灭绝也不对，恐龙的子孙现在还活在地球上。蜥蜴啊？什么？你知道？你买搞讲蜥蜴、鳄鱼，迄拢跟恐龙无关系。蜥蜴哦。鸟类，鸟类才是恐龙正宗的子孙。因为因身体很轻，到处飞来飞去，所以没有像大型恐龙一样死掉。然后哺乳类星期，我讲如果没有那颗星期，我讲可能在家做的你们都是爬虫类。哺乳类不会起来啦。恐龙到迅猛龙的时候，你知道已经演化出智慧了哦，所以迅猛龙它，迅猛龙大只两知？迄个侏罗纪公园内底讲是迅猛龙啦，迄个恐爪龙啦，迅猛龙像火鸡一样大而已，比你还矮啦。可是它可以什么？它会群体作战哦，它有战术去猎食的哦，也就是说它有智慧产生的哦。它今天没有灭亡，它开始演化出高度智慧来了哦。它就站着给你看。来，小朋友要来公姐，贝塔哥啊。你差不多啊。地质年代表，来给你们一个印象。如果地球一年365天，前寒武纪，你想一下几月几号？大概几月？来，我给你讲一个有感的。11月中，恐龙什么时候出现？12月10号，耶诞节，恐龙灭亡。最原始的人类什么时候出现？12月31号晚上8点。人类的文明5000年来有文字的文明什么时候出现？12月31号晚上11点59分30秒。人类开创了文明。安尼有感觉，不这种一来一去的，你没有感觉啦，这样划分成一点，你才有这个感觉啦。好，好，塔克。